来看宜兰头城庆元宫的妈祖庙是指定的古迹。庙的广场有一座大型的牌楼，伫今年4月初3大地震了后，正做是围楼，也毋过到刀无拆掉，嘛无补强，实在是真危险。庙方是表示讲已经开始要翻修了，会向文化局来咨询，要求协助。牌楼头前有围楼的警示，有救防锁线，提醒民众毋通越过。宜兰头城庆元宫妈祖庙头前的大亭有一个大型的牌楼，毋过4月初3地震了后出现结构的问题。有放弃的风险，不过高达也未拆，嘛无补强。对啊，就对了，为了安全。为了安全这样，对了，拆掉会比较好。是，应该是不用吧，因为再整修一下，应该就比较 OK。部分的民众认为讲，这个牌楼真大个，边啊大九线的车路，车流量嘛真济，若无赶紧处理，惊会倒去，会有安全的记录。虽然宜兰头城庆元宫的妈祖庙是指定的古迹。不过，庙前这个牌楼算是近代产物，无伫指定古迹的范围内。若要修复，公部门是真恶补助。重新搁平房无啊落。庙方的人员讲，我得按算甲牌楼的条卡条搁重做，不过伤贵，若无补助是无法度处理。目前牌楼的条下底做已经有分割，刷来会伫内底架铁片来补强。关键就是讲，伊啊，因为整个条啊，时就是总卡起来。啊，你卡起来时费用太多了。庙方的人员讲，牌楼若要修复，还阁需要油漆甲写大字，要找到专业的师傅是无遐简单。已经有请文化局到3工，宜兰县文化局表示，初一会去现场会勘了解情形，看要安怎来到3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